好啦，咁啊有一個翻工嘅女仔話自己好悲慘嚇，因為佢發現隔離嗰塊爛地啊，個停車場個時薪比自己喺度做生做死，即係個泊車費用啊，仲高過自己嘅時薪，覺得自己咧連一塊爛地咧都不如噶，於是咧就忍唔住咧拍片嚟痛哭。佢哋而家咧有個字眼叫做牛馬噶，即係做牛做馬啦，我哋廣東話。好啦，嗱，做牛馬就係咁啦，佢哋可能揾到嘢做，揾到嘢做咧做生做死，不停加班開 OT，係個人工相當之低，仲要交社保喎。好啦，佢一除開計下今個月人工可能幾千蚊、3000蚊做一個月一日咧做10幾個鐘，咁你自己計下啦。咁做幾多錢呢？一個小時啊。嗱，如果你一日咧係做10幾個鐘你一個月咧得個3000蚊係人仔你計下你嘅時薪，當然低過係10蚊人仔啦。真係唔係講笑啦，真係痛哭噶真係連隔離個泊車位都不如。